着金光，怎可抵抗迷樣似的引力，凝住這印象，一收一放，同樣博得直熱鼓掌。今天的他不錯是偶像，每一分姿彩為萬眾仰望，可知他的心卻是兩樣，有幾多悲傷，有幾多驚慌，天天心中都背負重量，每一分偏差全受到注望，他的一生包括淚與汗，通通基於觀眾着想，要用藝能來讓每一位觀眾悉心欣賞，要用熱情燃亮這刻燦爛星光，不想估計來日有幾個路人願意再望，只想可以留住每一片段感想。今天的他不錯是偶像，每一分姿彩為萬眾仰望，可知他的心卻是兩樣，有幾多悲傷，有幾多驚慌，天天心中都背負重量，每一分偏差全受到注望，他的一生包括淚與汗，通通基於觀眾着想。今天的他不錯是偶像，每一分姿彩為萬眾